分享转到现场哦，今本日好同欢喜合作的邀请到的郎姐吼，佢今本日咧带来吼，伊咧同好空嘅伊咧发通吼，唔过唔系加好讲到有动到嘅舞台剧噶，含系演唱会啊吼，送来系乜干哦？郎姐，相声，相声就可以咧说唱艺术系冇？唱嘿，啊也摆相声吼，嘿，唔过刚刚有讲到郎姐吼，就会又会唱歌诶，又会主持，又会做戏，也还有对咧，还会相声哦。郎姐，嘿，那时开始安尼接触一下相声要种东西。我同大部分的观众朋友全部共用，从小就谈相声。嘿哦，大部分人从小谈喺慢人哦，就係吳兆南、魏龙豪，係聽的嘛哈。那這個其中位呢，太史做在講係台灣嘅代表人物嘛，對相聲的領域來講啊，這細漢的時間冇上都在講相聲，就會有相聲段子裡面有一些懂神氣嘅聲音嘅朋友，懂神氣嘅、懂神氣嘅、懂 sell 啊，或者是唱的啦，或者念的一些節奏好玩的，我們就會拿批起來嘛，自己亂講嘛。喺講我差唔多喺讀高中嘅時間，我爸爸老嘅魏龍豪老師，佢係同事嘛，台師嘅用時，我爸爸做幕後，嘅魏老師佢係演員嘛，佢用啥十多年咧，嚇加新年嘅老朋友咧，那就有偷唱啊，爸爸去悶啊，做唔得，做得老藝數做學生嘅嘛，係啦，學相聲，差唔多高中嘅時間。我爸爸就悶啊，結果魏老師佢就小聲地講，哎呀，很後生啊，嘿，等於讀書以後人講咯，先讀書咯，讀到到大學嚟啊，要偷去悶佢啊，佢講啊，也喺大學嘛，很後生咯，你讀書讀得以後啊，人講咯，我就讀書啊，不過到大學以後啊，我讀個戲劇嘛，我就一下就動有心嘅，動有興趣，很有興趣，我就一頭就咁樣哦，嘢都唔識咁樣，就一頭栽下去。就戲劇嘅部分、表演嘅部分，我一下就唔記得咧，唔記得咧，就等到我畢業以後咧，就咁樣開始做戲啦，短劇開始做嘅《江山萬里行》嘅郎姑啊，還有其他嘅戲劇開始演啊，舞台劇樣，真係唔記得咧，個心全部走睇咧。到魏老師佢離開咧，然後想到啊。有一些遺憾，好，唔過就安用了呀，我就冇想過我也是因為講相聲嘛，我想講我很多事情好冇辦嘅嘛。不過有一年呢，有一些朋友又做那個不一樣的跟舞台劇嘅表現，就會有一點點像 talk show，呀哈，大灑全部人輪流講在 talk show，我自己寫嘅劇本嘛。嗰種時藝老侯冠群先生向他主持節目，佢嘅前一年佢就拜師咧，開始學相聲帶意頭師，因為他本身就已經會表演了嘛，嗰時候就唔是大頭開始學嘛。嗰時候佢拜師就係吳兆南啦。對，他一開始比我只有一年，佢就問我啦，哎呦，你有師傅咯，你要想要拜師麼？我講呀，種個事情就唔係我自己講，做得拜師就拜師，哦，冇聽錯嘅先生挖到我冇乜嘅能力啦，那有人用嘅。佢就帶嘅吳兆南大師去看我嘅表演嘅 talk show 嘅表演，懂神氣嘅 talk show 啊，本身啊應該是要講25分鐘以上嘅，我自己講25分鐘。不過因為表演觀眾太熱情了，一直在鼓掌，鼓手佢會團嘛，個講睇差唔多1點鐘夠咧。哇，嗰時候用 talk show 咩做得 uncle 嘅哦？沒 uncle，佢就會當好 sell 嘛，就等佢 sell 睇啦，等佢 sell 睇啦，剛差唔多就2批嘅時間嘛。啊，等佢表演過後咧，啊侯冠群就問吳老師講，唔發到嘅郎祖筠能應用了，吳老師就講，以後啊，佢當好啊，啊，你就要講你好，你要摸手語做嘅實嘅啊，啊師傅就講，呀，種嘅事情做唔得實嘅自己開口啊，我自己來求捱啊，那有捱講嘅喏，按我們位置不一樣嘛，啊，結果佢咁樣講，啊侯冠群就打電話俾我，哎呦，我家師傅有意要數你做實嘅哦，你想看啊哦，佢就講啊。真勁嘅，真勁啊！像個向雷公大道樣嘅，有下人講嚟嘅咧，吳兆南大師愛數埋做實嘅，哪有可能咧？我就問啊，結果大家全部講我也係人家前些年數來嘅福氣哦。係真勁。就好啊，就咁樣啊！等過一段時間，然後還有這個劉增凱、劉爾金，還有樊光耀，都西撒。
就空时间摆时，摆退以后咧，个吴兆南老师佢就关门了，因为就魔术诶，就错嘅。今仔迄以前哈头摆今仔魔术师诶，迄演员佢会自动好搞，他像个老顽童，那时候佢就哎呦，唔是啊，哎，搞个事情呢，留给这个魏老师就好了，还是莫安用哦，莫耐心哦，用。不过等到魏老师过身以后啊，佢自家想咩嘿，佢个老朋友在老搭档不在了，好像应该要把这一些流传下来，佢就正经有想，不说。就台湾嘅输嘅第一个就会侯冠军，然后就是我。刘增凯、刘尔清、樊光耀、Andy Dale，那大家都是代意头师，因为樊光耀来刘增凯本上就共生演个相声嘛，我跟刘增凯、侯冠军本上就有做表演的，然后进去不说他讲，然后我们就变成吴兆南相声剧艺社的一群。不过送来吼，大家知道呀相声吼，就知道讲法，不过讲法无按简单吼，伫咧台风讲法讲到大家笑，还笑唔停安尼。迄真困难呢，还有就会唱迄讲法听听呢，因为有动到伫咧做戏啊，含迄伫咧演唱会啊、演唱啊，其实有动到天数的东西。不过像迄说唱安尼艺术吼，迄唔迄正经的伫咧基本功的轻强吼。当然了，一听他第一步一定很讲法清楚啊，讲法在摸清楚做我们的表演呐，摸人堂也是很讲嘛，该嘛，第一个口齿一定要清晰，第二就会说学逗唱这4样一个都不能少，你要讲都好，讲都有节奏感，讲都你要个嗓要好糖嘛，你个嗓那难糖讲法偏你就摸爱糖的嘛，那你说话要有抑扬顿挫，有感情，也就是所谓的声音表演，然后呢学就会。你跟我模仿，其实模仿就会表演嘛。你的演技好不好？你学这个人像不像？你好几个嗓啊，好几行路啊，好几有嘛该乖表情啊，全部爱唱嘛哦。然后逗就是爱讲，节奏感要很好，做的讲 sell。然后你什么地方该停，什么地方该说，要逗。然后唱懂演啊。头摆迄唱戏剧啊，唱个干嘛个京剧啦，地方戏曲啊，哈，台戏啊，全部都有，到处都有地方小调，也还没有啊，流行歌呀，也还嘛个其他全部都做的，戏剧也还是可以唱，所以这4项通通不能跑掉。还有就会他的声音表演特别的重，鼓手给讲说是放第一个，那用糖的头摆跟你全部听那个录音带嘛，你用糖的就做得像书，你就会讲个暗哦，所以你讲法用个暗有感情，就是说的部分是特别重要。那头摆老个师傅叫他讲个相声的时间，我就发头讲，哎呦讲法暗慢哦，观众看个时间，糖个时间唔会衰的嘛。不过等个摆过后，我自家糖同个录音以后，我让感觉师傅係錯嘅，因為觀眾朋友佢冇劇本，佢全部要看你表演，聽你講法，佢個頭拿底度自己要想一下嘛，故所以愛一啲嘅時間去消化。冇法人家勁講按到，佢付唔出啦，佢就冇辦法收到按送點啊，冇按撤退啦哈，那收了冇喎，冇咧，付唔出。故所呢本地哈，就是說你要懂得收，怎麼放，跟時間哈要有怎麼樣掌握，它其實是有一定的，不是說一定了，它就是要有一個規矩，你要感覺跟觀眾朋友跟你之間的呼吸，互通要強下冇，做唔得人講唔嘅，其他。就冇辦法咧，就分開了。家家有談到吼，就有人講，我講呀相聲嘅人吼，佢聽錯會做戲，不過做戲嘅人就冇聽錯會來講呀相聲嘅。當然啦，係冇相樣嘅行當嘛。不過啲講呀相聲咧，當紅吼，家下有講到咩老觀眾吼，觀眾嘅互動係真重要嘅。不過這樣是有拄到過吼，弟弟講相聲嘅時候，會有乜個真難忘嘅事情哦。因為呀，真嘅唔係講卡排使用嘅講唔錯嘅。某一把就會做戲嘅時間有一些動作可以掩蓋啊，某一把就旁邊啲人做在天數啊嘛，唔過呀相聲就會唔記得就唔記得，係啊，用個啥？有啦，因為用啥哈？除非你是單口相聲，一個人一三人自家講嘅哈，那就沒辦法，你就要自家照顧自家咧。喺用三人講有個好處就係，因為從頭講嘅用啥，就是一定是老搭檔。嗰時候你馬個身體，捱馬個身體，全部就啲。你要佢劇本講馬個，你要講馬個，捱要講馬個，全部哦。
几本嘅课本全部动数。有人唔記得，跟我做一看就知咧，就想辦法然後去揪起來，學行做得。不過我有一擺哦，喺同學時候，因為呢兩片上下場嘛，我嘅方向感唔同差。還有我唔記得咧，當我落掉一個場子，故說我挖到我應該全部一個轉移就錯咧，我下去咧，記唔錯場咧，還有個方向唔記得咧，我下去咧，鴉片過來係侯冠群老劉爾金，我又走出來咧，我又走出來鞠躬，鞠躬這樣事的幾好笑，我就鞠躬，我剛講啊旁邊有人喲，啊結果佢用啥鞠躬喺暗用看我。你有冇睇到亞比來喏？一無件嘅事情啊！呀，捱到想到，哎呦，呀從唔捱嘅，喺幾兩啥呢？啊，結果幾兩啥就按用看定捱。我唔記得，好像是劉爾金給我講，你抽呀有嘛個事情呢？我完全是那種，就係像安排樣嘅啊，我就按動態單看出去，樣咯。也就係捱嘅先體啊，我就放棄對鴉片行做很多作業啊，冇咬捱啊，然後就我就勾起了。剛好他們下一段講的就是人是非常怎麼講，就自以為是的，而且就是動不動就說你咬我呀，按肚後就抽嘅。還有我是出去哦，一出去做一下台過後，佢旁邊幾片嘅人全部 sell 都看唔到人，全部倒在天台下，全部 sell 都是起唔起來。真勁呢！太好笑了，動到會臨場反應，也係真係有經驗嘅人吼。冇辦法嘅。對啊，喺用個啥？結果我欣賞啊，就吳老師佢講，哎呦，按用喊做得咯，以後 sell 哦，就按用 boss。還咪咩按用？我自己就行出來。你按哪種？拍攝所以啊，做嘛嘅，我就按用行出來，你咬我啊。啊，你就做得變到一類型嘅吼，一類型嘅點。就是那個開場的地方就變了一個形態。對，不過動到年後就會知道呀相聲吼，可能就會動傳統嘅啊，大家聽到有個動老嘅劇本。其實啲相聲吼，地度咩要一類一度嘅演變吼，動到新嘅劇本，一要動到像諗住即個咩要可能要即個下吼，即個下本，即個來講啊，還有要就是與時俱進咩，呀他們個發生乜個時事，就不用啲呀相聲地度，因為相聲啲講嘅時節就係老觀眾朋友有啲咧哦，嘿，我錯，我也係神法就係安尼，係有共用嘅神法經驗嘛，就像我舉個例子，就是2012年哈，2012我講什麼？2012年嘅這種事，唔係講世界末日嘛？不是，今年那一年我們講的相聲的題目就是世界末日，就係講老世界末日有關係嘅題目，就像有比如說愛在毀滅時，比如說瘋狂告別趴，你就要細睇咧，你要不要做一個生前告別啊？特別為你設計啊，量身定做等等的，呀就會同人嘅時代共用嘅新嘅，不過傳統留下來有傳統嘅好處，因為大家就提供頭擺嘅人用辦神法，還有動多嘅人情世故啊，頭擺嘅人老呀下嘅人冇嘛嘅差別，是心態的問題，對。心態的問題，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千古不變。雖然說借古諷今，唔過動到嘅情形啊，你係作三做嘅冇共用哈，時態冇共用，唔過想法全部共用。你說自私，它有分朝代嗎？冇咯，對不對？有小氣有分朝代嗎？就小氣嘛。你做個三冇共用，天天啊，朝態冇共用，唔過呀，全部基本上嘅心態全部共用。哇，對，那就可以學習到相聲地度就做得看到，動到冇共用嘅就錯嘅。無論喺以前咧，還係日下大家周青就做對啲呀相聲吼嘅劇本地度吼來看到哦，哇！原來吼呀相聲地度還有乜個奧妙吼，同奇妙嘅事情吼，同奇妙嘅東西啲地度呢，也下大家先來學看一下哦。